哎，我为什么说？都简单的啦，我一直到大学毕业哈，我都没有学到这个，我都没有学到这个。我们以前一路国中被逼上来，好了，被逼到雄中了。我跟你讲哦，第一志愿是不会逼人的哦，你除非去念私立学校，你还去读雄中雄女哈。我女儿现在就在那个台南女中啊，她说跟国中完全不一样，你考不好，你考不及格，没有人理你，那你自己重修自己补考。人足奇怪哦，老师爸母替你烦恼吼，你家己拢袂烦恼，因无烦恼啦吼，伊个紧张要死啊！甲伊讲要补习啦，要怎么样吼，自己就认真起来，因为没有人管他，没有人管他，就自己栽死啊啦，家己个栽死啊！读册就是安尼，毋是读册啊，咱人拢安尼啦。依照我小孩哈，小学的时候哈，在上学很奇怪哦，他妈妈在上学的时候哈，都是他妈妈在催说，较紧的啦，快一点啦，快一点啦。结果换爸爸在上学的时候，换他们催爸爸说，快一点啦，快一点啦，因为爸爸都说你迟到又不是我迟到，你被骂又不是我被骂。爸爸不紧张，他们就紧张了，变成他们催我快一点啊，人足奇怪。好，来，咱评回迄个7之1哈，我要再把8大行星的一些特点补充一下啊。另外，那个背了顺序啊是背口诀安尼吼背起来。你没有真正对行星的印象你好歹有一个，这个行星的特点是什么？它一里咱的行星群内底有什么特点？你要小看大家，其实它有很多特点，不过我们现在讲几个比较重要的就好咱不是给专门讲这个。来，咱看第一粒，离太阳上近的第一粒是啥？月。不是啦，离太阳最近啊，不是离地球最近啊。8大行星里面，水星哈，水星，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图。水星咱另外讲过，它有什么特色？它的英文名字叫 Mercury。信差之神，跑得最快，跑得最快。你有没有听过水逆？你有听过水逆无？你哪看？你也讲，我今天有够衰今天还是流年不利，利用水逆。不过你要拿上面叫水逆。水星、金星、火星这些都会有逆行，逆行是什么意思？我们在看天空的行星，因为我们接下来讲的地球自转，地球由西向东转，它就是东升西降。可是后来天文学家以前弄哪尊公，宇宙是什么？地球为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旋转，因为我们那个圣经讲咱人是那个神的子民嘛，那个是宇宙的中心嘛，日月星辰都围着我转啊，很正常啊。但是他们一直不了解一件事，自西向东转，绕着我们转没错，为什么这些行星由西向东转的过程会有一段时间它忽然往回走，走了一小段之后再继续跑，这一段就叫逆行。
水星逆行又要水逆，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你转圈圈又转圈圈，你转这个逆行干什么？后来有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哥白尼，爸爸听过吗？唔捌哦，安尼唔捌上好，唔捌你今仔就捌啦。他根据观测天体的结果，他认为这种逆行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他们都绕着太阳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们在轨道的时候，有时候内外速度不同，有些追过去了，可是地球的自转又把它追回来了，因为轨道会有远近。当然它是运算出来的，但是他说，如果行星都绕着太阳转，这种逆行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问题是，你要知道，在他那一个16世纪的人，在他那个16世纪的人，你敢发表这种言论，那是会被活活烧死的，你会被当成异教徒，活活烧死。所以哥白尼写了《天体运行论》，不敢发表，因为他知死了哈。他把这个手稿交给好朋友，伊甲讲：当我有一天传讯息给你的时候，我赖给你的时候，你讲老师一直闹赖，我飞鸽传书给你的时候，你就出版了。所以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呢？1543年5月24日，因为那天哥白尼死掉。哥白尼咱家己要挑伊啊，跟朋友讲你可以出版了，他朋友火速出版，哥白尼就抱着他的这一本书含笑而终。而你要休息多啊，还有弯刀心结火葬费用，你要烧我来不及了，我已经挂了。你讲我为什么记？你记年代会不会很难记？你像不像我今天跟你讲完之后，你也会把他的年代记起来？不相信哈，而且一辈子不会忘记。来，我跟你讲，哥白尼这个理论哈，传到教宗遐，教宗足生气的呢。教宗会晓讲台语哦。教宗生气个用台语骂哥白尼哦，讲这个哥白尼哦，一天到晚12543讲寡有诶无诶。1543年12543讲一寡无有诶无诶。来，所以哥白尼提出天体运行论几年？1543年，你会不会忘记？记一辈子不会忘记啦。好，我跟你讲，记物件安尼记，不是你头壳不好，你没有去联想，你要记的东西，你要找一些越奇怪的越莫名。你真的相信教宗会讲台语这件事吗？我别讲，还乱编的啊，故事啊，故事是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你记得起来这个故事就好了啊。你讲老师啊，你啊连每一天就记起来，我唔免记啦，迄天我的生日啊。我哥白尼在我出生前300多天死掉啊，还说300多年死掉啊，你说300多年关你什么事？搞不好那个天上300多年，搞不好地上就1个小时而已嘞。
哥白尼之后的伽利略可无遐好康啊。伽利略公开认为哥白尼讲这个是对的，他不是发行，他只是赞同他而已哦。21活在那个不是民主体制，就专制体就是这样。哥白尼伽利略一辈子受到教廷的迫害，工作什么没有杀，但是他的工作什么要干嘛哈，都受到教廷的迫害，一直到21世纪的教宗才公开，人家死了200-300年了，公开认错，说我们那时候的罗马教会对伽利略的迫害是错的，有没有用？不过人家好歹有认错没用也没办法啦。也就是说他承认伽利略是对的。所以哥白尼来，水星离太阳最近，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它表面没有大气，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它表面的任何大气都被太阳风吹掉了。所以水星因为没有大气，所以它的温差呈现很高的差别。你看太阳你家水星面到太阳的那一面可以高达摄氏400多度，可是它背对太阳那一面可以冷到零下100多度。给人家烤得很不均匀啦，面对太阳那边被烤得很热啦，背对那边很冷。来，第二粒金星，金星是8颗星里面最热的一颗星，然后它也是我们在地球上肉眼可以看到，除了太阳、月球之外第3亮的星第3亮的星。金星为什么那么热？为什么比水星还要热？因为它表面的大气几乎是地球的100倍，而且它的大气里面90几%都是二氧化碳，严重的温室效应让金星的整颗星球高达摄氏500多度，所以宾馆没有液态水存在，就算有水分都是水蒸气这是金星。金星其实跟地球在大小、质量、构成都很像，所以它跟地球就好像孪生兄弟一样。不过刚开始初期的大气，地球也跟金星一样充满二氧化碳。不过还好，地球的大气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它开始生物产生，开始制造氧气，然后再来就把二氧化碳埋到岩石里面，所以地球二氧化碳现在只是微量而已，所以造就地球上没有那么严重的温室效应。地球边讲咱除了这一章之外，其他全部在讲地球，不用讲地球。但地球有一个地方要提到的，也是这4颗类地行星唯一有卫星的。其他都没卫星。好，一粒火星。火星有极冠，极冠上面有冰。我们人类已经派无人艇登陆什么好奇号登陆火星，派一台车宾馆港欧北欧。那边挖土，为什么要挖土？我看微生物无因为看无看不到，所以挖看看。挖完怎么样？送回来吗？快递吗？没有啦。你把一艘太空船送过去了，你搁要叫伊飞回来，不遐简单呢。他分析就在上面，资料就直接从上面传回来了啦，没有在，他就不回来了啦，就放在月球上了啦。等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去看到，说有一台小车在那边当然它是太阳能的啦，但会不会有一天坏掉？坏掉就
无法度啊，谁去维修它？好，这4粒内地行星公刷，来木星，我讲过哦，木星差一点变成另一颗太阳，所以它同样是由氢跟氦构成，它质量还大一点，它占了这些行星的8颗行星的90%的质量是这个木星，你看有多大？所以木星有一个名称叫做彗星杀手，因为它重力很强，很大，重力很强，所以还好它是我们的保护神哦。外面飞进来彗星哈，如果飞到木星的附近哈，它会被它强大重力吸进去哦。有时候是一排彗星这样子摘下去哦。天文学家拍过这一种，安怎有问题呢啊？我急着讨论什么？在讨论地球，在讨论地球，讨论刚谁先谈我。所以这些如果没有被这些彗星如果没有被木星吸进去，它有很大的几率都砸到地球。科学家算过了，所以它算守护神。木星有95颗卫星，高95辆哦，95至尊。我们虽然说这4颗都是类木行星，可是这4颗还可以分2组，这2颗是气体，这2颗是冰，所以还是有不一样。土星土星有146颗卫星，土星上出名的伊的环，它的环其实是很多碎片构成，因为绕着跑，所以看起来是环。这个环非常薄，薄的地方可能10公尺不到哦，平均20公尺。可是这个环的宽度可以多大，你知道吗？它可以排22颗地球。可是它厚度20公尺，20公尺的厚度，非常薄的环可是因为它很宽，又好几个环，所以看起来很水土星环是它的一个特点。来，刷来，天王星。天王星也有环，你有画出来不？没，因为它的环很淡很薄，还有它的环有一个特点，它的环是直的，垂直的。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环？科学家推论这个天王星曾经差一点毁灭掉。就被其他的小行星彗星规粒弄落啦，有一些冰块气体那种绑起，但是它没有这个魂飞魄散的时候，重力又把它重新凝聚在一起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天王星的环。这不是我白讲的啦，这个人有数学模型去推算出来说，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奇怪的环？因为土星这种跟轨道类似平行或者夹一个角度的环，它可能是一开始形成就把行星抓掉，或是有一个卫星破掉产生的。可是这种直立的环实在太奇怪了，所以科学家的解释就是它曾经差一点毁灭过。这么一个周起来在这一爆开在收缩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个环。来，上尾一个海王星，天王星，天王星的数据29颗卫星，也高亮。海王星呢，卫星有16粒，所以你看，弄足济
海王星是蓝色星球，海王星上面有一个特点，海王星上有这8颗里面最强的风，另外一个风速最高的时候多少，你知道吗？2倍音速，超音速的风哦。那个根据统计，时速3100公里，时速3000公里的风哦，可以到已经是音速的2倍了哦。声没过来哈，风已经吹来啊。你到地球上最大的12级风哈，不到土星一般风速的1/10不到。12级风根据数据，每小时是118公里。海王星上平常吹的风就可以到1200公里的时速，最高可以到超过3000。所以海王星上，那个风是很厉害的，这8颗行星里面最强的。这是他们的一些这个的气体大概都是氢跟氦啦，那这个的固体大概就是液态的甲烷跟冰啊，这个课本有写啊，课本有写。好，来，咱来介绍一下，除了咱顶回讲的光年之外，光年是光走1年的距离嘛，如果你太阳系来内你用光年，那个太大了，太大，所以太阳系里面有一个叫做天文单位，简写是 AU。天文单位以太阳到地球我讲的那个8分钟500秒的光速，也就是8光分呐，8光分大约等于8光分呐，就是一个天文单位。所以太阳到地球的半径平均哦，因为那是椭圆，所以你要用平均半径当做一个天文单位啊，这是太阳系里面适用啊。来，咱7之1画到这，咱今仔来讲过7之2。来，昼夜跟四季，是安怎有白天黑夜？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你拢知影嘛？我袂记把地球仪杀来。恁看过地球仪吗？恁看过地球仪吗？我甲你讲过一个故事，你知影地球仪是安怎歪歪？地球是弯的，因为地球是很好，还好，你知道吗？以前依照有一个督学有一个督学到一个乡下学校去视察，然后看到那个小学2年级的同学拿着地球仪在玩，他觉得好可爱，他就问那个小朋友说：“小朋友啊，你知道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歪歪的吗？”就不问还好，一问小朋友哭出来，不是我弄歪的，嚎啕大哭哦，就那个督学吓到了带着小朋友去找老师，他意思说，恁这老师跟他啥地球有小朋友去得啊，无介意啥，袂当安尼啦，你一个跟老师讲，又怕说人家说督学欺负小朋友一样，其实他没有，他只问老师听到都紧张的，他说报督学，那个我们这边是乡下学校小朋友都没有补习他书念的不太好但是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个特点，他还是有优点的他就是很诚实他说不是他弄歪的，就不是他弄歪的，你要相信他。对哦，混语老师安尼，无怪学生安尼，总爱去找校长，督学去找校长讲，校长啊，我问同学，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同学说哭了，说不是他弄歪的。我去找老师，老师说我的学生很诚实，说不是他弄歪的就不是他弄歪的。那你这学校怎么搞的？这校长一听不得了哦，立正站，他做报告督学，这不能怪我们同学老师，不能怪我们学校，实在是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我们只买得起歪歪的地球仪。只要上级给我们充分的经费，我们保证不会买这个瑕疵品。已经有买直的，我马上叫人家去把它修好。好，它怎么可以歪掉了？好，你命宫中后，地球本来就歪的。而我接下来问你，太空中有没有上下左右？你会怎么说它歪？它跟什么比是歪掉？跟什么比？啊？它一定，你，比如说，我现在站歪的，我是跟什么比？牵直线嘛。你领沙节重锤借牵直线嘛？我们为什么要有牵直线？因为让有地心啊。可在太空中，地心在哪里？你怎么说地球是歪的？我要工作二跟太阳比，太阳和太阳一样没有上下左右啊。来，就是我们这要讲到的，你上完这一章你就要会这个哦，你不要哭了哦，当然不会哭啦哈，但是你也不要当了校长说报告凸显，我们一定都会买直直的地球仪。地球仪每个都歪，而且每个歪的角度都一样，就是这样。你拢知道嘛，每个都歪23度半嘛。讲了嘛，这个数据哪里来？太阳在这里，地球歪是跟太阳比没有错，只是还没有讲完整，是跟地球绕太阳运行，这个叫公转，它有一个平面，这个公转面的垂直线，地球的自转轴倾斜了23度半，是这样歪，是这样歪的，也就是它歪是跟公转面，地球绕太阳的公转面，所以咱讲地球的自转的公转，地球自西向东转，从北极看下去是逆时针转，然后同样的方向也是从北极看下去，它是逆时针绕着太阳公转啊，逆时针绕着太阳公转。好，来再复掉，按来维解。所以地球，咱地球会有那个，因为地球的自转，咱这节表格整理一下。地球的自转造成什么？日干没了哈，昼夜，还有造成日月星辰，它会东升西降。来，我问一个问题哦，所有日月星辰都会东升西降吗？所有日月星辰都会东升西降吗？有一颗就不是啊。天空中有一颗星是不会动的，你了解啥？不知道哦，无看到星座盘哦。你有看到星座盘无？无哦。您刚摕哦，您看。有人啥星座盘？天空中最特别一颗叫做北极星。北极星是不会动的一颗，所以它不会东升西降。
结果有人查星座盘，我讲老师，我找无北极星，你真正找无？你若去买星座盘，你真正找无北极星？啊，我甲问，你一直转星座盘，哪个地方不会动？个中迄粒螺丝啊！中迄粒螺丝就是北极星啊！螺丝敢会当印字？印不下去嘛，所以难怪你找不到字上面写北极星的，中间那颗螺丝就是北极星，知道？你哪有看过北极星吼？人来讲迄粒北极星哦，你一定有一个感觉，这么出名的这粒是安怎这么暗淡？真的，北极星在天空，我忘记它几等了啊，3、4等以下了啦，很暗的一颗星。啊，是安怎伊这厉害？伊是安怎袂当？它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它一点也不特别，只因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的自转轴无限延伸，一定会对到一颗星嘛。所以这颗就是什么？北极星。所以它对到这颗星，是不是在我们地球上怎么转，看到它在天空的角度都一样？所以它不会动。所以有没有南极星？你地轴往南，无限延伸，是不是一定也会对到一颗星？有北极星，哪有南极星啊？啊，想到你有没有看过南极星？我问你，安尼说你人伫遮，你人伫北半球，你敢有才了看有南极星？不可能啊！你要到南半球才看得到南极星啊！所以你莫去澳洲、纽西兰佚佗的时候，你来台湾买星座盘，啥讲要关心啊？完全无同啊！不要说时间位置不同啊，你连所有天空的星座都不同啊。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在北半球能看到是北天的星座，南天的星座我们都看不到。我们所谓的黄道12宫，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日星座，什么双鱼座啦、山羊座啦、什么摩羯座啦，那是啥念在？他们是正好地球这一个赤道的切面，四面切出去，正好切到这12个星座，环一圈，这就是我们的12个生日星座。咱迄个中国甲叫黄道12宫，是安怎叫黄道12宫？这个宫是啥人咧大的？皇帝咧大的。太阳就是皇帝，黄道就是指太阳，太阳的宫殿。为什么？他会发现这个月份，想要这个月份生日星座是什么？射手座，因为太阳在这里，地球对着太阳连过去。如果现在是12月，它就会对到射手座。所以从地球上看起来，好像射手座就跟着太阳一起出来，一起降下去。给太阳这个位是住在射手座啦。不过后各位，地球转到这里，连太阳星座换了，太阳搬一个宫殿了，皇帝拢都做迄个嘛，所以3宫6院12房嘛，铁杵磨成绣花针嘛，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所以黄道12宫就是安呢，绕一圈正好12个星座，所以黄道12宫是赤道的切面出去，切到12个星座。北极星、南极星就是南北延伸的对到的星，对到的星。来，所以北极星附近的星它就会只会转圈圈，北极星不动。北极星旁边的星，它就是这样转圈圈，远一点的，包括太阳、月球，它才会东升西降，因为地球自转。然后呢，加上公转，还有
加上咱刚才讲的地球歪歪的，迄叫自转轴倾斜。这三个变因，各位下课啊，要讲了四季安后礼拜来改水，这三个变因就造成地球上的四季。除了四季之外，还有，其实这跟四季都有关的啦，昼夜长短的不同。有上面昼长夜短，昼短夜长啦，然后太阳升起落下轨迹，那阿里山跨日出猎，随着不同季节它出来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太阳轨迹的不同，昼夜长短的不同，甚至还有所谓的南北极里面，例如它上面叫永昼永夜无？苏联有些地方太阳起来半年才落下，不是一天哦，不是半天，是半年。学生没周二剩爸爸妈妈要上学了，一上学就半年，然后半年放学回家，又回去睡半年，没学生啊，刚刚北极熊企鹅呢，北极熊企鹅。好，咱今仔讲到这。